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4。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来记第10章21节到29节，罗马书第10章15节到21节。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红车肯。有不哩侪人真爱将即个有定论来误解，好若亲像讲上帝已经有定好，啥物人要得救，啥物人袂通得救。如果这是上帝的真正的心意的时阵，那安尼必得后书第3章第9节所讲的主所应允的还未成就，有人掠做伊是恩賜。其实毋是恩赐，是要来宽容吼，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上帝爱人人拢得救。这所提到上帝的心意是无爱有一个人来沉沦。那安尼甲所谓的误解的有定论都有问题啊啦吼。那如果迄个是成立的时阵，上帝就无需要找劝任何人去传福音啊。耶稣基督甲门徒所交代的大使命内底，安尼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已经赏赐互我，所以恁着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我吩咐恁的，着爱教示因遵守，我定定甲恁伫底。直到世界的末日吼，这中间咧讲着互万民吼，互万民所有的人吼，嘛变做加讲的吼。若准用头前迄种误解的有定论来讲的时阵，上帝差遣差派先知基督差派伊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要来完成伊的迄个使命。互万人，也是讲无愿意一个人沉沦的即个旨意。伫圣经罗马书，咱倒转来伫今仔日圣经罗马书第10章，保罗安尼甲罗马教会信徒讲：若无有奉差遣，怎会传道呢？亲像圣经所讲，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因的骹才是何等的水。即句话是引用着旧约以赛亚书52章第7节的经文，讲着讲，迄个报佳音的、传平安的、报好信的、传救恩的，对锡安讲：你的神做王啦！这人骹顶山是何等的水。但是较无共款的时阵，咱看见伫以赛亚书的经文提到着即个讲。接续的经文讲听你守望的人的声，因来出声来学乐，做伙来唱歌，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阵，因要亲目睭看见。听着这个受差遣的人所传的福音的人，拢做伙来唱歌，欢喜学乐。保罗对这个罗马教会信徒讲的话，确实无共款。伊讲只是。人拢无听叹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我所传的有之最神的这有较大的差别伫这所在所传的话并无有真正亲像安尼，拢人接受做伙来出声学乐上帝好那亲像毋是干那即个初代教会中间的问题。不只是罗马教会会拄着的问题，伫旧约、伫新约内底的犹太人，因有相款的问题，因无愿意来接受、来相信。乃到咱即个现代基督徒有人奉差遣去传福音，嘛会拄着相款的问题，并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接受福音这项事。咱倒转来伫今仔日的经文另外一位，伫出埃及记的记载，咱看见法老王甲埃及人，咱最近拢咧讲着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相款啦吼。伫过去几日的中间，牧师一再咧甲咱提醒，当咱咧读即个出埃及记的记载，10个灾难的记载的时阵，咱必须爱对两个无同款的宗教信仰背景，迄种对抗的角度去看。当法老王一旦拄着困难的时阵，伊的心就柔软。但是当代志若过去了后，伊的心就又搁变做真刚硬。伊搁一摆来拒绝听叹迄个摩西所传的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的救恩。埃及法老王的心刚硬，是因为伊认为家己所敬拜这神明有一定的能力。好，那亲像咱看见摩西会当变，将迄个管仔变蛇，吼，法老王的术士嘛会使安尼做啊，吼。虽然真清楚摩西是奉着上帝的差遣，风车啊，去将这个拯救的道理来有先甲这个法老王讲，就是甲预告的意思啦，吼。但是摩西却无法度来说服法老王，因为伊犹原无愿意降服，一再的拒绝。亲像今仔日的记载中间咧讲到迄黑暗的灾难，迄其实就是法老王想要凭着伊所信仰的埃及神明，一个叫做阿拉门伊是埃及的主神，伊是掌管太阳，咱讲叫太阳神吼。法老王想要借着安尼来甲上帝摩西所受差遣的这个上帝来对抗，但是伊袂记日摩西是奉差遣的人，背后这位天地的主以色列的上帝，确实真正伫宇宙咧掌权的上帝。咱之前也捌讲到，亲像伫平平伫埃及出埃及的即个法老王，真正不如约瑟时代的法老王。约瑟时代法老王，伊非常清楚摩西的即个约瑟时代的法老王吼，伊真清楚约瑟是上帝的圣神所差遣的一个奴仆，所以伊相信一定有即个上帝的智慧甲气力，甲伊三甲伫底就会通看见迄个奉差遣者后壁的上帝。咱会当安尼看见的时阵，咱才会通来谦卑，来顺服，来接受，然后才会通得到救恩。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4号。那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第10章21到29节，罗马书第10章第15到21节。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奉差，或是说奉差遣。常常听人家这样说，他们很喜欢误解所谓的预定论哈。他们的说法就好像说是上帝已经预定好了谁可以得救，谁不能得救。那么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心意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彼得后书第3章9节，彼得所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这个当中所提到的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这句话跟前面的预定论的误解，那彼此就有问题了。上帝也就不需要去派任何的人去传福音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里面这样提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当中的10万名，好像也都说了，如果前面的误解是成立的话，上帝差派先知，基督差派门徒们、基督徒们，就是要完成他那个10万人，或是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得救的这个旨意来完成。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第10章，保罗这样跟罗马教会提到：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若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这句话其实是引用自旧约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的经文。那报佳音传平安的，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不同是以赛亚书的后面提到的是：听啊，你所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音来，一同欢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听到受差者所传的福音的人们都一同唱歌，齐声赞美，这是我们的理想啊。可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的话里面却是这样子提出，他说只是人们都没有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话语并不一定人人都会接受，并不是人人都会扬声赞美上帝。这似乎不只是初代教会中的问题，也不只是罗马教会的问题。在旧约、在新约，犹太人其实也有相同不相信、不接受的问题，乃至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所奉差遣去传福音的，也时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法老王跟埃及人，当然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的哈。最近的几天，我们聚焦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读经里面，牧师一再的提醒我们在阅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阅读十灾的时候，我们必须从2个不同的宗教的信仰背景之间的对抗这个角度去看。法老王一旦遇到了这个困境的时候，他的心就柔软了；一旦事过境迁的时候，他却又开始心里刚硬。他再次的拒绝从摩西所传来的这个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的救恩。埃及的法老王的心里刚硬，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所崇拜的神明里面有一定的能力。我们看到经文，摩西可以将他的杖来变成蛇，那法老王的术士也可以。这样的心态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啊。虽然摩西是奉差遣去将上帝的拯救之道预先的告诉法老王，但是他却因为他所相信的这个神明的背景，然后他就不愿意降服，一再的拒绝。如同今天的出埃及的经文第10章里面所提到的黑暗之灾，其实就是法老王他所凭借着埃及的神明，一个叫做阿拉蒙的，那他是这个埃及的主神，他掌管太阳，又被称为太阳神了哈。那埃及王想说，我凭借他的这个神明呢，我就可以跟上帝所差遣来的摩西对抗。可是他忘记了摩西是一个奉差遣者，他是在传一个得救的福音，他背后还有一个天地的主宰，
以色列的上帝。我们之前说过，出埃及的法老不如约瑟时期的法老王。约瑟时期的法老王，他认为约瑟是上帝的灵所差遣来的仆人，必定有上帝的智慧与能力来与他同在，因此他差派他成为他的宰相啊。我们必须要像这一位法老王约瑟时期的法老王，要能够看见那奉差者后面的那个上帝，那么这样我们才愿意谦卑，愿意接受，然后呢，才能得到救恩。